こんばんは面啦，我係桃子 Indu。距離對上次整正式影片都已經成個月啦，嗰陣仲要係香港唔知打咗幾多個10號嘅時候啦。而近日香港唔同區域亦都出咗唔少負面新聞，導致我都考慮咗好耐係咪應該繼續出片。不過陰差陽錯之下，我空閒時間又睇下其他 YouTuber 以作參考，再透過唔同新聞嘅資料，加上最近又出咗唔少好嘅電影作為精神支柱，同時係靈感來源，從而諗到新嘅出片方法。加上趁10月仲未過，今期嘅內容都會同萬聖節有關。事不宜遲 ，Let's go！今年恐怖片嚟計，呢套值得唔錯。頭嗰 part 係講個保安佢嗰啲已經廢墟咗主題餐廳度做，就話因為個創辦人念舊，所以留低咗呢個遺址。但就係因為遺址佢有外形又好恐怖，所以有好多怪談追求者成日要入去嗰度睇。因為咁，所以要夜間安嚟負責看守。本身上映嗰陣我都想睇㗎啦，但係工作太忙安排唔到時間，所以呢上映冇耐我即刻嚟睇下。其後又睇其他 YouTuber 介紹原作，電影本身同原作都大致符合嘅，氣氛起承轉接同埋玩具熊嘅動態特技都係 OK。一睇就覺得係第一眼睇就會係啲低成本製作啦。睇咗個結局，我整體覺得恐怖，同時覺得係凄涼嘅。不過基於本片性質關係，再加上想保留翻懸念俾讀者，所以趕住講多先。好啦，講到呢度，今期影片好似比平時短下啲時間，就好似頭 part 話齋，今期影片係新嘅拍攝方式，所以咁短當試下水溫就冇所謂啦。咁下期影片再見，sayonara。